来看高雄大学开发一套手语辨识系统哦，透过使用者手部的表情、佮手部的动作、佮有面的表情来分析手语。这系统嘛，得到国科会大专学生的研究补助，咱做回来了解。我很开心。透过系统即时判读手语，这是高雄大学研发的手语之声，运用光流技术、深度学习啊，佮有资料生成的技术，研发出一个用普通镜头，会当来研判着使用者手部动作甲面部表情，快速甲手语转做文字也是语音。台湾就是资料比较不齐全，然后比较难，没那么好找。就是我们会用这个，然后可能让它做一些位移。然后变形什么的，就是让它去生成一些不一样的资料。我们会先去收集网络上手语单词的影片。那在收集的过程中，我们也会去了解它每个动作是怎么比，然后以及为什么它要这样去比。指导教授讲，目前系统还搁伫咧初步阶段，搁要来克服判断句里长句，还搁有连续长时间手部动作，随时来判读等等的挑战，嘛需要有大量的手语资料库来辅助。比很快之后，那其实一句跟一句之间怎么样去中断这个困难点，我们目前还没有解决。那另外一个人讲话之后，他能不能也转成手语，让另外一个只会手语的人去理解？那这个方向也是在第二个阶段，我们希望可以完成的部分。手语之声通过113学年度国科会大专生研究，嘛伫学校得奖。团队希望系统更加健全了后，会当伫政府病院、医政通报等场所提供服务，互全台将近3万位使用手语的族群更加便利。公司新闻网络听明朝全国报道。